咱即摆就来检视台语家庭这项政策。文化部是伫去年底开始办培育台语家庭的这项计划，也毋过因为无强制性，伫第一阶段的时，敢若7个县市加入。虽讲第二阶段即摆已经有搁增加宜兰县和高雄市，也毋过参加台语家庭计划县市也是无超过一半。文化部是表示，其他无参加的县市，因会赶紧找民间单位、民间团体来办，嘛会当开放有办台语活动的民间团体来申请台语家庭点数的认定。大家坐伫办公室认真讨论第2期台语家庭的活动内容。文化部去年底开始举办的培育台语家庭计划，目前全台湾参加的县市也无超过一半。亲像彰化县就需要靠民间单位来筹办。关怀本教基金会伫台语文园区就有办罗马字、公布赢、坐扣点数的活动。4月1号开始啊，咱基金会佮办愈侪无共款多案的活动，譬如讲有这个 DIY 手作的课程，啊，佮有一寡迄个煮食、教人煮食用台语的课程，啊，佮咱会办布袋戏、歌戏，还是歌唱班呢？这种演习的活动，这全部的活动佮台语相关的，拢会有点数。根据文化部的统计，第一阶段参加台语家庭计划的县市设立推广点，分别是新竹市有1个推广点，苗栗县有3个，台中市1个，嘉义县4个，嘉义市2个，屏东县10个。其中云林县有38个推广点，是目前上侪点的县市。承办云林台语家庭计划协会表示，因除了利用图书馆，嘛和学校、社区配合，尽量让推广点会当分配交匀。高雄镇的图书馆开始去宣导，还有学校，最后还有去关怀据点，真甲因宣导。你像大西伊都做偏僻的，也是袂了遐，我得找伊2个较平均的点，互因去上课。其实国际社团伊嘛真欢喜，会当甲台语来推广出去。台语家庭第一阶段，全国拢总举办1837场的活动，其中讲故事活动上济有505场，甲台语相关的一般课程有374场，意识培育课程有342场。那以县市来看，办上济场的是嘉义县有244场，搁来是台北市办210场，排第3是台中市有199场，也若基隆、南投、连江、甲金门，目前是无台语家庭活动通好参加。我有小可了解，就是讲因会无办，是讲因人力无够啦。啊，无就讲因为即马台语家庭较大推出尔嘛，伊嘛是讲看情形看安怎，阮拢会甲鼓励啦。若无诶，阮就文化部家己想办法，啊，阮尽量找民间团体来帮忙安尼。文化部表示，除了固定的台语家庭推广点，伊嘛开放予有举办台语活动的单位申请台语家庭点数的认定。目前第2阶段有加宜兰县甲高雄市2个县市加入，未来也会继续沟通，鼓励也未参加的县市加入，增加台语家庭活动的数量甲类型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